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。大家好，我是陈碧纯，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。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，带大家做伙来关心。位伫台南的全台四典大天后宫，每当拢会举办春秋祭典，是台南市的宗教盛事之一。台南市长黄伟哲受到庙方邀请，担任祭典的正献官，为市民向妈祖祈求，保佑大家平安顺遂。宗教劝人为先，妈祖救苦救难希望保庇咱台南市风调雨顺、气温从容，登革热会当退散，咱的市民健康和乐咱大家会当平安顺遂。求祭典礼全程依照古礼进行，全体向天上圣庙行上香礼，接续着进行初献礼、阿献礼、中献礼等。典礼最后嘛强化彩布后，礼成退班。典礼历时大约40分钟完成，场面庄严隆重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。对于2000支的投稿作品，不但上传的影片数量惊人，而且内容嘛真精彩。有学生用角色扮演、唱歌跳舞，嘛有哪笑哪用杯仔来数节拍。有亲子甲家己兄弟姊妹做伙朗读。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小朋友会用开嘴讲英语。英文是一个工具，你要使用它。所以呢，我相信你们经过这60天来的努力，你已经影响了很多人。第一个，首先你影响了你的爸爸妈妈，你的爸爸妈妈一定很讶异，说我的小朋友怎么那么主动，读英文竟然比读数学还那么努力。第二个，你一定影响了你的兄弟姐妹。你在读的过程，我想你的兄弟姐妹一定会一起的参与。那最后呢，你自己本身会觉得很骄傲，因为你会了第2种语言。所以这个部分呢，我真的很希望各位小朋友不要因为这60天结束以后就结束了，千万语言一定要每天。你60天的暑假，你有时间你就多读，但是开学以后养成习惯，每天看1篇也可以，听1篇也可以，读1篇也可以。这个我就希望各位校长、各位师长能够多鼓励我们小朋友养成这样的习惯。为了达到鼓励目的，市府2管办分别以趣味、态度、加投入的程度作为标准。分别选出最佳舞台、创作俱佳、甲上有创意、字正腔圆等奖项，并且伫上午举行颁奖表扬。其中永和国小1年级的学生林以谦，2个月来投稿量将近300支的影片，得到影片质量的金奖。另外嘛有银质奖加铜质奖。记者林根采访报道。位伫南区万里喜树，靠近台86线，甲台南机场交界一带的农地，因为日前的好大雨，虽然机场地势较低，不过所有的机场排水拢是向南边来集中，造成积水淹过隔壁交界的农地。当地农民为了提报10月份来申报转作的补助，进前种的土豆拢已经大长，不过靠近机场周边却被大水来刮走，甚至土壤流失。对此，农民向议员陈情，希望军方会用出面来处理。我的园咧跑道中偌悬的呢，水拢下落来，这区较才是8分啊，互造成安尼个啊。我也无甲要求啦，你土渣下吧，愈也欠我度来补咧，安尼就好解决啦，毋嘛？讲伊袂使啊，军中袂使用土出来啊。袂使用土，你才会当用沙包啊。若是就无来头用，我知就车袂当落水啊。这条钱，军人爱才负责啦。我袂当，农友会袂当去拨条钱来还啊。经过议员林美燕多处的协调，
原本军方甲农民上午要进行协调，毋过后来军方却推卸责任，互议员哪想哪受气。上午甲立委林俊宪联合办公室蔡小薇议员做伙会勘，要求军方一定要出面。甚至昨天也要求说，今天紧急到区公所做一个调解，结果到了调解的现场，竟然跟告知委员说，不是他们的责任，他们还在厘清。1个多月的时间，他们就算厘清也应该厘清出来了，竟然没有。而且我也跟军官讲说，我们必须因为农民有耕种的压力，有补助的压力。10月1号就是我们就是要政府要来补助，如果没有播种下去，就无法度播种，有时间压力。为什么军方一再的跳票啦？军方是中央政府应该要苦民所苦啊。咱的农民今嘛就是要等领补助，才会当来做这个播种，所以我们在这边代表立委林俊宪强烈要求军方尽速出来处理。尽管军方无愿意承担责任，不过对现场军方所藏的沙包，表示确实和因有一点仔关系。因为整个交界虽然大部分拢是水泥。不过，阁留有将近100公尺长的网状围篱，加上整个机场排水出水口，阁是流向南区的土沟。议员要求军方嘛要将排水沟来做好，避免大水一来，拢流向整个南区的农田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消灭登革热，仔细清扫，立即做。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，要倒干净。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，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。花瓶底部、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，避免蚊卵附着。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。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。防治登革热，清干净、倒干净、刷干净、晾干净，大家一起来。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《飞读 Book》台南爱读册。为凸显中华医师科大培育医师健康人才的特色，108学年新生训练。校方特别安排 CPR 急救训练课程，作为新生入学的见面礼。由校长曾信超带领4位副校长加学务长同齐甲新生进行 CPR 急救训练。虽然过程中连续按压会喘，不过通过考验，每一位新生拢感觉真有成就感。我们非常高兴，我们别的学校少子化我们今年的国内生还比去年多了102位那我们是医护类的大学，所以我们有一个毕业门槛，就是凡是中华医大毕业的学生都要会 CPR， 那都要能够救人能够救护别人，所以我们开学先给他们示范教学。那未来每一个同学都要拿到这个毕业这个证书这个证书才能够毕业。这样，我们是以这样彰显我们的医护的特色。面对这件化，虽然各大专院校拢面临招生减少，不过身为医师科大培育医师相关的人才，今年招收的学生不但无减少，而且阁增加，包括5专、2技加4技的日间部，今年总共1700多名新生，将分2天5个梯次安排新生训练。一方面介绍师生甲校园认识，另外嘛，互新生会用了解校务的发展，甲对家己科系的特色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台湾早期装假喙齿材质相当多元，亲像是金属、黄金，或者是金属包灰仔的应有尽有。但是嘛要注意，因有小部分的人对着金属会产生过敏的状况。因为金属是不透光的，所以它就会在牙龈那边出现比较暗沉的现象。那这种情况会在
我们有嘴唇的情况下，比如说你把嘴唇拉开，可能不会那么明显，但是嘴唇一合上去就会很明显的黑影，会让它更不好看。医生表示，随着生活水平提升，民众对着装假喙齿愈来愈要求。传统金属包灰仔的假喙齿也是无够美观，透光性嘛无好。即马有全灰仔假喙齿出现，解决了所有的问题。一般来说，全陶瓷大部分的全陶瓷甲都是数位制成的，所以它的速度反而是比较快的，而且品质会比较稳定，比较没有人为上的差异。那传统金属烧附陶瓷，就里面金属外面陶瓷的甲呀，它是铸造的。那铸造之后，在外面再手工去堆瓷，所以它所需要花的时间是比较多。全灰仔假喙齿，无论伫色水、透光性，拢赢过传统的假喙齿。加上无使用金属的材质，伫即个金属贵闪闪的时代，阁有当省下袂少的费用。加上制造假喙齿的技术进步，假喙齿的舒适度经大大的加分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。这里好多人啊！小心一点！遇到比利时团队所推出的小小大机赛餐桌秀，是运用3D 的技术，在餐桌顶面演出精彩小种破赛故事，结合故事的菜色。去年中西区的饭店业者推出以后，备受消费者好评。今年嘛再次推出 2.0 的版本，并且以马可波罗游记作为主题，要让消费者甲小小的大机赛做伙体验马可波罗所行过路线，品尝当地特色的菜色。我们这次台南金鹰酒店推出这个是风靡全球，由比利时团队设计，结合3D 裸视投影与料理的餐桌秀。那其实我们去年已经推出了1整年，广受好评。今年新推出了这个叫做《马可波罗东游记》。那主要是小厨师，故事讲述是说小厨师他为了精进自己的厨艺，所以他决定追随知名探险家马可波罗的路线，由西向东，横跨欧亚大陆，然后去寻找各地的特色食材。那我们也把这些特色食材融入在我们所有的料理当中。这次我们会推出6道的创意料理去结合，那让小厨师打造一个全新不同的用餐体验。这摆除了好耍的小小大机赛冒险以外，主菜也有一个重600公克的龙虾。第一摆来体验的消费者认为，这是一个真特别的经验。想要到食饭买单这么好耍，就亲像体验电影的感觉。发自内心觉得天哪，这真的是我没有吃过这样的东西，因为第一次吃到3D 投射，然后就有一种有人陪你吃饭，然后还有所有的道具配合着不同的料理，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餐，然后每一道料理都可以给你一些惊喜，我觉得这是我很喜欢的地方。它的3D 投射或者是音乐情境，让你非常的 enjoy 在那个国家里面，然后还有它所餐出来的餐点都可以配合那个国家的特色料理。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走一回吃吃看。现在业者嘛开放中昼顿甲暗时各一场，每一摆只有10个名额。想要体验这个充满特色的民众，嘛千万唔通错过这个机会。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，我是陈碧纯，咱再会。